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来煮番薯汤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看书办事，无先按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教，高教第三条。读教这是读鼻音，教就是抵达的意思，咱讲到位。若是时间到，咱讲是到期；上尾咱讲到尾。到某一个时间，咱讲是到时；若轨迹成熟，会当采收，咱讲是到分。讲代志到某一个阶段，或者是达到目的，咱讲是到地。另外嘛，常常藏伫咧动词后壁，像咱讲食到到地，看到到地。若火车到车站，咱讲是到站。想袂到，咱讲是料想袂到。另外，佫有到底，也就是讲到底面，结果落尾的意思。另外，佫有一个鼻音，读做到，像咱讲到底安怎，这个意思就是究竟安怎，总共安怎。这个文音读做倒，像咱讲倒手芳，就是用这个倒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到分，意思就是轨迹成熟，会当采收啊。第二个词读做甲单，也就是甲即啊，到即阵，到如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食正着时的果子上甜上有汤，咱就看甲单有啥物款的果子大出，咱就加买加食一寡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到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到，这拢是鼻音，文音读做倒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